新竹县有民间团体为旧年8月开始举办时间银行的活动，职工会当用服务社区的时间来累积时间点数，换生活用品也是课程，通互在地居民对服务社区是愈来愈有热情。拍开这本价金簿啊，价的毋是钱，内面记录的是职工斗3工为社区服务的时间。这是社区推出的时间均衡计划。职工讲，确实鼓励大家愈愿意投入社区工作。以时间点数、累积点数来换取的物品，是我们家里本身可以用得到的。好，就是社会资源的再整合。那比如说，我们可能有些东西不需要再买，在时间银行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用时数去换取我们所需的物品。走向社区，不管是社区，或是说在家，各方面都可以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啊，不至于说让我们在年纪大的时候、退休下来的时候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。关系突出互助者指出，时间均衡就亲像第一银行价钱同款的概念，以服务时间来计点数，会当换生活用品。袂使换社区举办的课程。时间银行的概念呢，它其实就是利用志工他们去服务的时数，然后可以存到我们的时间存簿里面去。然后呢，等你有累积了一定的时数之后呢，就可以到我们的时间银行里面的时间商店里面去换一些商品。所以里面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尽量的募集一些二手的或者是新的东西，然后它可以除了服务的商品之外，它还可以换实体的。职工表示，社区服务本地就无要求回报，不过这个时间均衡的计划真有创意，来奖励大家付出是真趣味。会当讲是一本价值幸福的价金簿啊！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